圣经讲述上帝话，撒母耳记上29章1到11节。自即因的军兵到阿佛，以色列人杀亚地亚述列的最大兵，非利士人在修炼大兵，有的100，有的1000，进前去。大比甲对伊的人，甲对伫后面，非利士人的修炼讲，这是希伯来人伫遮做啥物？亚吉甲非利士人的修炼讲，这个敢毋是以色列王扫罗的人生大比吗？伊甲我带一件这日，这个年，对伊投降，我到今仔日，袂捌挂记伊有过失。非利士人的修炼收起伊，非利士人的修炼甲伊讲，着互这人转去你所安置伊的所在。毋通互伊甲咱落定，吃了伊落定来做咱的对敌。伊要甲伊的主人过好，要演啥物啊？敢毋是遮个人的头壳？前因有人跳舞唱歌讲，扫罗杀死千。大比杀死因有万，所讲的，这毋是这个大比吗？亚吉叫大比来，甲伊讲，我只因愿耶和华来救抓，你是正直，你甲我出入军队中，我看是好，因为对你来。我遮的时到今仔日，我毋捌看见你啥物过失，多遮的修炼，看你做毋好，带你转去，安宁去，行了你所做，非利士人的修炼无欢喜。大比甲亚吉讲，我捌做啥物啊？对你起头。来你的面前的时，到今仔日，你伫你的路途有看出啥物代志？互我无通甲王我的主对敌交战啊！亚吉因大比讲，我知你伫我的目睭前是好，亲像上帝使者一样。总是非利士人修炼讲。这人毋通甲咱去交战，所以你甲你主的路步，甲你来的着早起来。你已经起来，到天光就倒着去。隔日过早起，大比对伊的人早起来，起身倒去非利士的地。非利士人也就去亚斯列。今天牧师要讲的题目是：人生两难，上帝掌权。人生两难，上帝掌权。咱三当先来祈祷。主啊，你上帝，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可来一摆要对你的话相较学习，做开你的话。互咱伫阮所明捌的生命中，更加来看见上帝你的作为，特别伫阮的生活内面的行单，拢会当来思考上帝，你伫阮生活顶面的水甲好，以及你爱阮所行甲所做，遵照伫你的话，伫遮三个来学习。做看你过来一摆锻炼阮，看你的神也充满伫阮。阮只要对你的话，三个学习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让这大家平安。请问，恁是毋是捌
陷入这种两难的困境中间的，感觉讲无论安怎选择拢毋对，拢毋是上好的选择，结果不得不做出的困难的选择无？恁敢捌拄过？我想应该有真侪兄弟姊妹捌拄过吼。其实伫咧准备这篇讲道片的时，牧师就想到一个关系伫咱教会最近长老的查某囝王美淑牧师伊的见证。咱知影美淑牧师伊是非常的优秀，特别后来伊献身读台南新学院的时，因为伊的学习非常的优秀，所以学校就伫遐想要栽培伊，成做学校的老师。所以就派到加拿大的新学院去读册，期待让摕学位。总是学校缺无安啦，欠钱啦，无迄个预算吼，所以需要伊家己来筹备遮个经费。咱教会当时也捌为着伊来奉献，外长老吼，咱捌找董事长丁川吼来帮衬伊吼，所以有目标他150到160万。其我甲咱讲。150到160万去到外国读册吼，有够无？无够吼，确实无够吼。顶面有一个我捌的一个厝边伫学校内底吼，伊讲伊个查某囝要去新加坡读册，问咱教会有迄个奖学金通领无？连我甲算算，伊讲去新加坡若读4年，伊爱4年吼，我看500万走袂去吼。这是咱会当了解，所以学校因为无这个预算，所以必须家己筹备。咱侪人为了伊奉献，最后碧堂也是美术因一家3口都用因所得到这个经费去到加拿大进修学习，无够1年的时间，伊面对着学业。也无安那，也无结束，总是钱已经安那开不了啊！吼，逼伫遐逼到不得已，因只好先转来台湾吼。其实迄一摆美术牧师来教会参加礼拜，会校牧师有甲伊小可伫遐来了解来谈。伊讲伊差一点点就会当完成伊的学业。摕到即个文凭，总是因为经费无够，不得不转来即种的遗憾。我毋知影讲后来安怎可以报即个即个可能剩的论文这是秘书当时伊表示，伊无法度明白到底上帝伫伊即件代志的顶面的旨意究竟怎样？只敢剩一个毕业论文，上帝为虾米无搁再伫遐来甲伊帮赞呢？所以当时听到，牧师也感觉真遗憾。总是只会当讲，有真侪代志，毋是咱会当伫遐来明白的。咱只有凭着信心交托上帝。当年8月，即个王美淑牧师伊受聘伫台南新学院做助理。总是咱知影，即摆要入职要去工作以前，都要先做啥？恁知影无？你要工作之前，你要做什么？那杨牧师这样要咱教会受聘，你要先做啥？恁知无？身躯检查啦，有无？有没有？爱做身躯即摆较知影，以前若无，咱拢毋知影。爱做身躯检查，所以王秘书牧师伊就需要去做身躯的检查无拍算一检查落来。阮姐夫定甲我讲感觉拢无啥物代志无检查以前拢无，结果一检查讲身躯全病，身躯全病这我姐夫讲。甲秘书咧，伊去检查着种患着肠胃方面的病肠胃伊阵啊胃肠拢无好肠胃拢无好。如果伊当时若阁继续留伫加拿大，如果会当摕到学位。总是可能即个病情会延误到伊诚做更较严重。咱知影加拿大医疗费用是非常的悬，
而且即个病伫遐是毋是有药啊通医治，咱也毋知影。终于转来到咱台湾，拄啊好检查出即个病症。拄好台湾人啊，阁有药啊，即个药啊，阁会当用啥物健保吼来付出。所以即个是米斯牧师伊才明白，为什么上帝无阁继续伫遐供给伊的学费，逼一定要转来。原来伫即件代志顶面有上帝伊水阁好的恩典，为着人民伊特别保全伊的性命。请兄弟姊妹，咱面对咱人生重大的抉择时，咱有时会感觉到啥物？感觉非常的渺茫，茫茫，面对着无法度控制，无法度无法度迄个掌握的即个恐慌，有时非常的无迄个安全感，佮好像面对头前有龙有豺狼，后面有啥有老虎，却毋知要安怎样即种的情景，咱伫遮讲，你讲我已经祈祷足久啊，我已经祈祷足久啊，为什么上帝伫遐无为着我来开路咧？你讲问讲，迄个伫旷野开道路，伫沙漠开江河的上帝到底倒路？有时你听讲，为什么别人拢有迄个心灵技术伫遐来发生？我却当袂着上帝的心灵技术咧？兄弟姊妹，其有真个代志，咱伫当时咱无法度明白，并且咱也感觉非常的遥远。有时咱会欠缺迄个信心，有时愈来愈无啥物，愈无信心去，咱敢会安尼？会无？咱会愈遥远，咱就愈惊吓。是毋是有真侪人伫遐无想要阁祈祷啊？无想要阁伫遐来信靠这位上帝，因为感觉伊感觉祈祷已经无啥物路用。兄弟姊妹，有真侪是咱看到兄弟姊妹伫遮面对生命困境的中间甲艰难，迄种的无奈佮无力的痛苦，其牧师有时伫遮咧听，伫遮咧看，伫遮咧感受，也非常的艰苦，心若真痛。因为咱这段时间，咱几个兄弟姊妹身躯伫遮出状况，必须要开刀，甚至必须要化疗，牧师也真着急。却无法度做啥物，只敢会当伫遮不断的鼓励、祈祷，一定要对咱的上帝有够个的信心，因为咱除了这个信以外，也是只有信。一旦咱将这个信心摕掉的时，咱就会坠落伫迄个深渊的中间，找不到家己。所以牧师伫遮要为着正处在伫困境中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赏赐咱一粒什么？有一项信心的实果，带领咱来飞越过人生的关山甲低谷。特别是以赛亚书26章3节咧讲：坚心倚靠你的，你要保守伊10分的平安，因为伊倚靠你。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正行伫这个黑暗中，咱一定要相信，伫最黑暗的时刻，伊一定会过去，光明必定会来临。黑暗只敢剩迄一点点的时间，只要你会当挺过去，你就要欢呼歌唱得胜的诗歌。所以咱一定要凭着这种坚定的信心，坚持到底，勇敢伫挺落去，挺下去，千万唔通半路伫遐来放弃，一定要相信上帝伫你心中的作为，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丰盛甲美好。咱今日的新安讲读经本的经文，正是代表伊陷入伫人生的两难，毋知应该怎样的时，上帝伫遐及时出手来帮助。可以化这个危机变成转机。牧师小可来解说咱今日
这段经文的背景。咱知影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王扫罗，因为哪嫉妒大卫，伊惊吓伊家己的王位会被取代，伊就定义哪要杀大卫。扫罗王差不多是拼全国的溃力，不断地来追捕大卫，逼得甲大卫哪东避西避，东走西走，逃亡几啊年。最后大卫啦，感觉啦忝吼，忝。你若定去用追杀，啊，较伫遐秘到某一个程度吼，会忝无？我相信咱拢会足忝的，无想要继续伫遐逃亡，所以就想到一条较轻松的路，就是安那走去到以色列的对敌吼，菲利斯亚吉遐去求即个叫政治庇护。求帮助，伫迄中间，大卫伊的心内安尼讲：，要有一日，我死伫扫罗的手，毋值得走去非利士的地，扫罗对着我就绝望，无搁伫以色列的境内找我，安尼我就通脱离伊的手。撒母耳记上卷27章1节，兄姊妹，当大卫决定走去到非利士的地盘去骗人，这绝对毋是出自这种信仰的决定。这表明这是个大卫，伊可能已经啊忝，非常的忝，伊的身躯真亚善。咱知影人若身躯亚善的时，咱的信心就会搁较暴力、软弱两者。伊也感觉讲无气力，搁会当支撑伊。搁去闪避即个扫罗的手，兄弟姊妹，这时的大卫，伊无意识到扫罗会不断迫害，上帝却伫遐暗时伫遐保护、看顾、帮助伊，一摆搁一摆会脱离即个危机。通常伫咱信心软弱的时，咱就真容易伫遐来袂记咧上帝的恩典，结果就愈走愈离开咱的上帝。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当你感觉非常辛苦的时候，你就要试着可能会当提出你的纸、你的笔，将上帝过去伫你生命中的恩典，如何帮助你渡过难关。这样恩典，你搁再一摆甲算、甲记、甲写落来，相信咱的信心，就搁再一摆伫遐受点导。当然，咱会当将目前所拄着的困境、困难挑战写起来，你甲写落来，放伫一个卷仔内面。当待即个半年过去，还讲一年过去你若当搁再一摆去变出来时。你就会讲很 surprise 会发现真惊奇的发现，迄时的困境早就变成做帮助你今仔日成长的营养品。撒母耳记上卷27章，伫遐讲到大卫的信心，确实非常的软正。伊等袂去上帝出手，就就家己想办法。伊伫遐想讲走去即个非利士人加特王手下，追求即个政治的庇护。伫一般人目睭中，这检采是真有智慧的选择。毕竟逃亡生活10分的辛苦，因阁有家眷，阁带领一群遮尔大群的人，四地奔波逃闪，实在是非常的无方便。乃当走去到即个对敌非利士人的所在，扫罗王都毋敢搁再一摆伫遐甲追杀，因会当小可喘一口气，过着安逸的日子。总是兄弟姊妹，咱试想看觅，大卫是虾米人啊？伊是先知撒母耳，奉上帝的命令，伫遐我伊做虾米？以色列王呢？是无？你一个以色列王竟然走去对方对敌的所在，伫遐
伫遐追求政治票吼，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哦。当然，咱今仔日也真侪即种的情景。今仔日，这位上帝所抹油的，伊安那，既然无够在倚靠上帝保护，既然走去求对敌的保护，这种安那对上帝安那来讲一种欠缺的信心。也当讲，互上帝名有时安那，感觉讲，上帝敢若甲对敌比起来，敢若上帝较安那，较输较无够力吼。也当讲，互上帝名拄着见效，无搁倚靠上帝保护，竟然走去求对敌的保护，这种欠缺的信心，所以这种行为，我想伊对敌会当伫遐大大天笑讲，代表啊，你的上帝伫倒落，你的上帝伫倒落。我可比的是，代表既然伫亚吉王遐所过的安逸生活，既然是倚靠什么？讲白贼甲欺骗所换来。迄段期间，代表运用各种的小聪明、小手段，伫遐来欺骗亚吉王，想要努力得到伊的信任。一旦讲为了生存，代表不得手段，总是伫遮，咱伫遮会当感受代表伊的内心敢有平安嘛？有平安无？我甲咱讲，一定袂平安，因为伫遮圣学者有分析讲，伫即段看起来真安逸的生活中间，代表其实伊并无平安，因为安那，伊无法度来写出一首关系着会当伫遐来学乐感恩的诗篇。连一篇都拢无，可见甲上帝关系已经啊啦出现迄种啊啦距离感吼，有可能甲上帝已经甲伊有一个有一个距离。现在真正的挑战来，什么挑战呢？撒母耳上卷28章1节甲2节安尼讲，迄时非利士人组织军兵出阵，要甲以色列人交战。亚吉对大别讲。你着确实知，你甲对你的人拢着随我出阵。代表对亚吉讲是罗伯所会做的代志，你的确会知。亚吉甲代表讲安尼，我设立你永远做我的侍卫长。代表这位以色列未来的王，伊怎样会当甲以色列人交战呢？这伫这个所在。代表安那去也毋是，毋去也毋是，会当讲是安那左右为难。所以伫即段圣经的中间，咱看到大卫阁用家己的小聪明，伫遐讲安那是罗伯所会做的代志，你的确会知。即款的话伫遐呐，敢咧糊弄即个亚吉王吼，好亚吉王听甲真受用吼，而这大卫。对伊真忠心，所以互大卫永远做我的侍卫长。这个侍卫长的原文的意思，讲维护我的头哈，维护我的头中，维护王的头的人。意思就讲指王身躯边啊，伫伊身躯边的这个侍卫长。这代表亚吉王非常的信任大卫，甚至将家己的头、家己的性命安那，拢要安那。交互伊，这伫别人检测会真欢喜。总以大卫是上帝所抹油以色列王，非利士人却爱伊安那，永远做我的侍卫长。侍卫长就是王的什么？罗伯，这敢毋是真讽刺嘛？遐伊姊妹，请问你要做上帝所抹油的君王，也是要做你对敌的罗伯咧？遐伊姊妹。咱试看大卫即时伊面对的困境，原本是只讲想讲非利士人，会当到即个所在，伫即个土地上啊呐，会当安稳徛起，撇咱利益。结果咧，却被要求爱同齐去安那攻打家己的同胞，甲伊的同胞交战。即个时大卫阁无法度提示，伊只有会当答应，并且做亚吉王的侍卫长。咱试想看觅，这位上帝所抹油的以色列王，
现在却爱伫战场的顶面帮助菲利斯人甲伊的同胞交战。你想，那真正交战，将来以色列人有可能拥护伊做王嘛？所以咱当看说，大卫一时为着要过安逸，要被追杀的方便，却陷入家己两难的中间。差一点啊，也毁掉上帝伫伊心上的计划。所以咱爱想看卖，为了咱要方便行代志，其实咧有时是安那陷落伫家己，陷落家己伫两难的中间。这是咱爱真细哩。是毋安那？有时要方便家己行代志，其实安那有时咱安那细搁较远的路吼。我想伫咱的人生的中间，咱拢会拄着。只有专心倚靠耶和华上帝，咱才有啥物上近、上好、上有帮助的路。咱在人生有真侪代志，并毋是咱凭着目睭，所以当看见，所以当预测的。有时伫人的目睭中间看是好的代志，当然咱会知影，无一定是好。你迄个看起来可能是无好的代志，所以最后的结局却是安那超过咱意料之外的好事。有一句成语叫做“塞翁失马”什么？焉知非福？阮像咱拢知影。所以咱基督徒只有一项就是会当安那爱全然的交托。甲信靠来面对每一天的每一件代志，因为咱的一生，无论是生是死，拢应该是伫上帝的手中，且毋通互你的对敌，也是互你的对手，是病痛，也是任何的困境困难来掌握你，命令你做伊的奴仆。这是基督徒爱真细腻的所在。兄弟姊妹，大卫只为着闪避刀片扫罗王的追杀，伊刀靠到对敌的营中，伊得到亚吉王充分的信任，不但使伊西吉拉这个城伫遐安居，更加互伊做伊家己的侍卫长。所以，伫人的目睭中，大卫是一位大有荣光的人，总是安那。其实，伊心中真正苦，都靠对敌的行为，不但显露出伊对上帝的信心的软正，更加必须活伫白贼甲欺骗的诡客的中间。所以，一个人爱装扮做两面人吼，相信伊的心内的压力。一定是非常的沉重，因为这段时期，伊并无留落一篇大笔的诗篇，会当受留落来，会写落来。因为咱来知影诗篇是用心伫遐咧流露的，好像大笔将家己的心伫遐稳重，伫上帝甲世间人的面前，拢伫遐来稳重。伊无法度用诗篇来讲起伊内在真实的感受，因为伊活伫即个欺骗甲白贼的中间。佫害着什么？当非利士人要甲以色列人交战，伊必须伫遐公开选一边伫遐爱徛爱选一边徛，袂当佫伫遐稳重起来偷偷摸摸伫遐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因为亚吉王的信任，大卫被要求同行，并且受封做侍卫长，负起保护王的重大责任。如果伊若提示，必定惹亚吉王的妖言，甚至可能会遭受到杀身之祸。所以大卫是上帝所抹油的以色列王。如果伊若真正举起伊的武器帮战非利士人、杀以色列人，这个杀同胞的印记，会互一生被家己的同胞所气杀，并且一世人转袂去家己的家乡。这个是大卫应该怎样呢？迄个将前伊掠做是智慧的选择，今日却将伊困死伫迄个所在，诚做进退两难的死局。兄弟姊妹，
咱伫遮爱更较清楚明白的，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因为伫人所袂当的，伫上帝安那，凡事拢会。伫人所袂当的，伫上帝凡事拢会。这面对两难的死局，大卫完全无办法。伊唯一的会当做代志，伊就是安那，第个转来到上帝面前，伫安那祈祷上帝，求上帝当帮助伊来解决伊的问题。所以对今仔日圣经在的中间呢，咱看见上帝是真正疼大卫。特别伫撒母耳上卷29章1节到5节这段的记述，伫遐记述讲，非利士人组织因的军兵到阿弗，以色列人则赢伫阿苏列的水泉边。非利士人遐的首领带兵，有的100，有的1000，进前去。大卫甲缀伊的人，甲亚吉随伫后面。非利士人的首领讲：这的希伯来人伫遮做什么？亚吉甲非利士人的首领讲：这个敢毋是以色列王扫罗的人臣大兵吗？伊甲我大已经有这的日，这的年，对伊投降我到今仔日。我袂捌看见伊有过失。非利士人的首领受气伊，非利士人的首领对伊讲，甲伊讲，就这人倒去，你所安置伊的所在，毋通互伊甲咱落阵，然后伊伫阵内做咱的对敌。伊要甲伊的主人国号要用什么啊？敢毋是这的人的头壳？前因有人跳舞唱和讲，扫罗杀死因的1000，大卫杀死因的10000。所讲的，敢毋是这个大兵嘛？撒母耳记上卷29章1节到5节的所在。非利士人要攻打扫罗，而大卫甲亚吉王同行，同齐缀伫军队后面。这显示了大卫伫亚吉王心中的分量，总是。其他的非利士人的首领，因无信任大卫，因伫遐排斥大卫，因为安尼生亚吉王抑阁替伊讲好话，可见伊真正非常的信任大卫，总是伊也是无受责任。今日讲大卫伫阵内啊出卖因，用因的头壳来甲扫罗和好，因此坚持拒绝大卫，这上帝。真正出手保护大卫，无互伊啊沾染着同胞的血。所以伫强大的反对甲压力之下，亚吉王只好让步。伫圣经安尼记载29章60到11节，亚吉叫大卫来甲伊讲：我只永远的耶和华来救抓。咱伫遮来看圣经安怎讲？我只永远的耶和华来救助这是亚吉讲的如果讲你是正直，你甲我出入伫军队中，我看是好，因为对你来我遮的时到伫今仔日，我毋捌看见你有啥物过失。独独其他的首领看你做毋好，等你倒去，安年去，惊了你所做非利士人的首领无欢喜。大卫甲亚吉讲。我捌做什么？对我起头来你的面前的时，到今仔日，你伫你的奴仆有看出什么代志？互我无通甲王我的主会对敌交战啊！亚吉应大卫讲：我知你伫我的目睭前是好，亲像上帝使者一样。总是非利士人的首领讲：这人毋通甲咱去交战，所以你甲你的主的奴仆。甲你来的，就早早起来。你已经起来到天光，就倒去。过早起，大卫甲缀伊的人早早起来，起身倒去非利士的地。非利士人也上去阿苏列。兄弟姊妹，这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的经节。亚吉王以及外邦的王，
既然毋是指着因的大君神因的大君神咒詛，你指着烟花的妖花咒詛，来证明大笔是正直人。看过即个外邦的王比大笔正直正直多大笔伫即个所在就显得非常矫情到底是毋是正直的人？伊针对被忏悔，心内真欢喜，看啦，也表达出伊真强烈的即个抗议真正是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因毋望阿吉王相信，伊甲以色列人之间有不共戴天的冤仇，这也是代表真正高明的政治手段甲手腕。兄姊妹，阿吉王看大卫是一位值得信任的人，会当得到对敌的绝对信任，这是非常的无简单。1年4个月的时间，大卫伫这阿吉王的背后。伊伫遐耍2面人的即个技巧，不但无被发现，也赢得即个阿吉王的绝对信任，称伊是一个正直的人。即个时的大卫应该感觉非常的见笑嘛。虽然被排斥、被拒绝，互大卫感觉真难堪这毋管如何，毋免伫正常的顶面。去甲家己的同胞以色列交战，这实在是上好的结局。所以大卫听叹阿吉王的命令，等于到家己的城洗加勒去。你伫这件事的台面，这个代志会产生到最后，我相信拢有上帝水个好的旨意伫遐咧排比。这样姊妹。大卫因为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需要不断用白贼甲欺骗伫遐来暗藏，并且互伊家己陷入伫即个困境，甚到最后差一点就要甲伊的同胞交战。这种死局，虽然大卫伫阿吉王的面前得到稳痛，总是因为伊行的方向毋对，因此就会面对无法度应付的局面。大卫所面对的这个死局，是连阿吉王也无法度帮忙伊的死局。如果大卫真正出战，那呢，一定会留落这个背叛以色列的臭名。到时阵，伊若无法度会当成做以色列的王。这有时阵，咱的用人咱的用人的帮战。用人的认同来判断家己做得对，也是毋对。其更较重要的，就是咱的方向是毋是行往上帝爱咱行的方向。如果你若无行往上帝爱咱行的方向，你到尾咧，你就会行往即个死局。所以，咱求上帝怜悯咱，帮助咱，拄起咱生命中的死局，互咱。有一条真正通活的路，伫遐来行。但你感恩的时，就是大卫伊伫困境的中间，伊的心内有啥物？有啥物？有上帝，有伊的上帝，有咱的上帝。上帝知影伊的苦境，所以伫遮出手帮助伊。这求上帝当帮助咱，伫即个信心软弱的时。伫走投无路的时，请咱来做出一个更较细祈祷，那不要紧。咱爱人的祈祷讲：上帝啊，我相信，但是我的信心我的信心无够呀。求主帮助。知影家己袂当，咱就爱学习专练放手，咱学习这个放手。全然的交托给上帝，咱的责任就是只有一项，你就一定要相信，一定要相信上帝知影，并且要掌管你、掌管我的一切。因为安尼生就是拄着失败、挫折、被排斥还是打击的时，毋免累志，毋免失志，毋免
放弃。只有相信上帝，咱的痛苦就袂伫遐白白来受，伊袂互咱承受迄个无意义的挫败、失败，也是啊，也是幸福迄种的困境。伊只有互咱伫死局的中间，为咱开阔一条真正水阁好的道路，将对咱一生最大的帮助。伫你最绝望的时，只有上帝毋望伫遐来带领甲引带，互你伫一生的路径，因为你跟对咱的主、咱的上帝，咱就要看见伊怎样来安排你伫以后的路站，领受上帝最大的光明甲引带。愿上帝带领咱，过来一摆确定咱对伊的信是坚固无比的，确定咱对伊的信是永远的。伊就要带咱伫这条死正的道路，带咱不但咱，也是咱的家家孙孙、世世代代到伫永远。愿上帝帮助咱，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啊，你上帝，阮感谢你，过来一摆帮助阮。有时阮伫遮跟对你的道路的时，主，阮无法度明白你的旨意，以及你的引带。有时阮常常靠着阮人的聪明甲智慧，伫遐骄傲行踏，直到阮常常有侪软弱软正欠缺，伫遐来发生。主，可能你过来一摆，互阮真正明白你的话，晓悟伫你的真理，行踏伫你的旨意中。引带阮，帮助阮，坚固阮。虽然阮人有罪，有软弱，有软正，所以阮会面对两难的时，所以阮真正只有相信，一切拢有上主你掌管，你要掌管阮的一切，掌管阮世间所有的一切，真是阮一生最大的帮助。做可能过来一摆，帮助阮，激励阮，坚固阮。来一摆献上阮本身，互你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